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在新约圣经创世纪17章1到6节，另一处15节到19节。创世纪17章1到6节，另一处15节到19节。和本圣经在第16页，其他版本请看荧幕。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以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以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第15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她的名要叫撒拉。我必赐福给她，也要使你从她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她。他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嬉笑，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神说：“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以上，请本堂郑牧师来讲道，题目是改运换命第5讲，姓名学宝典。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在主日的时候，我们可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特别今天是待降节的第1主日，我们怀着期待盼望的心情，也怀着感恩的心情，因为上帝，你看见我们人的软弱，无法靠自己得救，所以你就差遣主耶稣道成肉身到我们中间，不是要享受荣华富贵，而是要为背负我们众人的罪，要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在2000年之后，仍然在纪念这个节期，就是充满了感恩。我们盼望从降节第1主日，循序的一直进到纪念主耶稣你为我们诞生的圣诞节。求主你让我们在圣诞节期中间能够领受到，能够来思想到过去这段今年中间主你这样的恩待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我们也领受这些恩典之后，我们要如何在我们的生命中间能够呈现出来？我们如何要能够领受你的大使命，让更多的人也能够领受这样子的恩典在他们身上？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节期不是只是一个欢乐的节期而已，而乃是一个见证回馈的节期。求主你帮助我们，盼望今天我们也透过福音主日，更能够希望有我们受到民间的这些信仰的一些捆绑，能够得到解脱。求主你帮助我们，祝福都在我们中间，你的灵跟我们同在，你赏赐我们每个人都谦卑敬虔顺服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赏赐我们属灵的智慧，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平安。今天是待降节第1主日，我们盼望你每年都有过这个节期，但是我们盼望你每次都有真正的领受到。请我们看一下在周报第17页的地方，我们每年都会将这个意义让大家再了解一下。待降节的第1主日乃是从12月25号往前算的4个主日，那个第4个主日呢，通常是11月底或是12月初，然后就经过4个主日，它这每一个主日呢有不同的意义在。
像今天的话呢，我们是透过预言的开始，所以这是一个期待盼望。然后我们开始就要进入准备信心，然后宣布喜乐，最后是启示仁爱，然后主耶稣降生的时候。那因为我们不能在12月25号刚好是主日，所以有时候我们这个圣诞主日呢，就会跟第4个主日在一起。我相信我们每年都有这样子的让盼望都大家能够记得。其实，在我们教会的年历里面呢，有很多个节期在不管是在受难周的节期，或者是已经复活之后的节期，现在又进入到圣诞的节期。那我们曾经也提过，我们基督徒他的年历并不是从1月1号开始，因为我们的生命已经跟主耶稣连结在一起了，所以我们生命中间应该以主耶稣为主。所以以主耶稣准备要诞生的时候呢，是我们一个信仰的形成的开始。所以教会的年历呢，乃是从待降第1主日开始，也就是今天其实是我们教会里面的元旦，然后就开始进入到我们新的一年，就是2013年。我们盼望大家都能够明白。那所以我们在长执会里面、核心同工里面，他们很早从9月就开始准备了。因为那时候要执事的提名，然后10月有长老的选举。今天呢，我们就选择是有这个就任式，所以我们一个新的要开始。所以盼望大家能够明白这些。透过一个待降节的主日在我们每年历中间，常常有很多个节期呢，就是在唤醒我们，在哪一个节期的时候，我们应该思想是怎样的事情，包括我们的周经，我们都会改变。像上礼拜的周经，你们要记得的话，它是一个白色的，现在已经进入到紫色的，所以它是一个崇高、一个非常尊贵的一个节期已经到了。所以盼望我们经过，然后我们在昨天晚上已经将这个圣诞树已经点燃了，包括在走廊的圣诞树也点燃了。我们有一个点灯的仪式，这些都是透过这些仪式里面呢，仪式不是很重要，但是仪式后面背后的意义在提醒我们。因为我们人常常是很容易健忘，很容易就忘记，然后很容易就被世界上的一些事情所困扰着，然后就忘了主的恩典。其实就是常常要提醒我们，应该数算神的恩典。不管是在我们的年历来讲，我们自己的西元的年历来讲，这是一个已经到年末了，要思想在过去这一年讲，或是在我们的基督徒的一个年历，一个教会的年历已经开始的新的时候，你更要盼望在这个所检讨的以及未来的这个我们能不能连结在一起。当我们领受这么多的恩典之后，我们如何能够来在我们生命中间呈现出来？那今天也刚好我们把这个福音主日呢摆在今天。那在今年的福音主日中间呢，我们讲到从好几个点去看，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民间信仰中间说到很多的这种捆绑在。我们总共已经讲了4讲，今天要讲第5讲。我们从2月就开始讲了，2月，然后6月，还有8月、9月，里面有讲到命运天注定，是不是天注定呢？你这样的话是不是要改运呢？很多人要去改运，去改命转运，还有人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必须要看风水，连庙里面那个神，他们所敬拜的神要上到位置去，都还要看风水，要看时间等等这些。还有我们常常会有些收经，因为觉得我们有3魂7魄，任何有一个东西不在它的位置上的时候，那就必须把它收回来等等这些。我相信我们经过前面几个主日都一直在告诉我们决定我们的命，我们的不是受到这些民间信仰所讲的这些事情，因为我们相信的神呢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一切都是他赏赐的，风水山这都是他创造的。他创造的时候都说他看为美好，所以美好的东西总会变成是我们必须去好像是他是在咒诅我们。这一些事情就让我们更能够明白。那今天呢，我们要讲到另外一个姓名学。前讲到的这几个，其实在民间里面的信仰都受到很多的影响，姓名学也是受到很多人的影响。我们看到连政府里面呢也改变了，以前我们名字姓名都不能随便改，
但是在现在呢，他们已经也被逐渐的看重，然后已经采取开放的政策。你人民也好，公民连姓我们都可以改了，所以显然是姓名学呢已经被来看重了。因为有些人相信他，觉得他的名字不好或是怎样。但其实我们以前姓名呢，以前的命名呢，它有一个基本上的这些原则。有时候是为了要招来福气，所以他有的名字是叫，因为他都是生女孩子的话呢，最后一个女孩子讲招娣啊、九爹，然后就希望他下一个就会生男的出来呀，还是这样，或是有多福啦、有财啦，有很多名字我们都常常去看到。也有人是为了要避凶化吉，就故意取一些难听的名字，像蒙奇啊、蒙幽啊。有时候也是因为要五行相克相生的时候，有人比较火，水比较阴一点的话，他就找比较阳一点的名字，像火狮啊、生木啦，甚至水扁也是一样，同样的意思而产生出来。这是前面他们那一代人说到这些名字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的这种想法。那到底这姓名学呢有没有真的是会影响人呢？我们继续往下看呢。在近年来的时候，这姓名学其实是从日本的一个叫熊崎氏，他的姓名学为主。他怎么去算呢？他算他的名，他这个笔画，像我正的话就是15画，那下面一个是5画，然后一个是2画，他就把它15，然后5，然后2，然后这上面加一个东西，变成天干的意思，然后中间加起来是中间，然后下面再加一个数字来代表你的命运，或者看出你有没有什么吉凶，还有你的性格的取向。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相信这样子，用姓名的笔画就能够算出一个人的命来。其实呢，我们这个姓名学乃是人要用极肤浅的知识呢，要去探讨灵界里面无穷的奥秘，所以当然是不得其门而入。但是呢，他认为姓名学非常重要，倒是真的，因为我们圣经中常常看到上帝还为人来命名，所以姓名有没有重要？我相信是带来它背后的意义带来的，因为告诉我们姓名乃是一种愿望、一种期待、一种宣告，然后或者是现状的这种描述。我们容易在这种宣告中间呢，就会受到无形的这种影响，所以有时候人就会跟他的名字完全一样，像武雄啊、美丽啊、戴义啊、宝义啊这些情况，或者是这是正面的。负面的话，你讲他一个人名字叫傻瓜好了，然后到最后他一定变成傻瓜，因为一天到晚每个人都叫他傻瓜。所以其实这个名字会不会它背后有很多人宣告，有一种跟你命名的人他的期待、他的愿望，还有时候是现状而造成的。这些呢都是一种宣告，我们人会受到这样子的影响。犹太人注重吗？犹太人也非常的注重。你在旧约中看的时候呢，他们每命一个名都讲着为什么命这个名啊？犹太人他们每个名字都有它的意义在，像以实玛利就是这样，神听见的。这是以实玛利啊，我们知道是夏甲所生的，他因为受到虐待，他就向神祈求以后，然后得到了以实玛利，然后他就讲神听见了我的苦难的地方。以扫生下来的时候呢，是全身都是毛，所以以扫的名字其实就是因为长了很多毛的意思，这是把他的现状告诉我们。然后他们跟雅各呢，他们是双胞胎，雅各生出来的时候呢，竟然手已经抓着以扫是先生出来，所以抓着以扫的脚跟，然后生出来的，所以就讲他是抓住。然后到后来他的一生中间，我们也看到他的咪咪唧唧啊，华语怎么讲？就一直想要争取什么，所以他还会骗他哥哥，然后就得了长子的这种名分等等这样。因为从小时候他生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抓着哥哥的，本来想找出来还是怎样，所以他的雅各名字呢，其实他的名字就是抓住，而约瑟的名字呢是这种增添的意思。其实我们只要看这个创世纪29章开始的时候，当雅各他生了他12个儿子的时候，每一个他都有讲得非常清楚的名字。例如说，在29章里面，他第一节第一个儿子叫做刘辩生出来的时候呢，
他说意思就是有儿子了。第二个呢，西缅生出来就是说神听见了，他看到他失宠了，然后他又生了一个，所以说神听见了我。利未呢就是要联合的意思，犹大呢就是赞美的意思。在我们圣经里面，每这个名字写下来的时候，下面就用小字写下，它代表了什么意思？但就是深渊的意思，拿佛他利呢就是乡镇的意思在。所以他们古时候取这个名字，会以当时的情况下，或者对他孩子的这期待是什么，就朝着那个方向去命了这个名字在。所以我们知道呢，其实犹太人非常注重它，也是因为神也有让我们能够明白类似像这样子的。我们来看神呢，他怎样子的看重这个性名，因为他也为人来命名。神不止看重人的命名，甚至为他取名字的时候，也给他的宣告，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我们今天看的这个经节里面讲到，亚伯兰他原来的意思呢是说崇高的父，但是神呢在今天所看经节告诉他说，你要改名字，改成叫做亚伯拉罕，意思是这样，他要成为多国的父亲。成为多国的父呢，就是亚伯拉罕的意思。然后我们看到亚伯兰呢，他还没有称为亚伯拉罕之前的时候呢，他在75岁，他跟他太太呢撒拉呢撒来呢都没有小孩。那在75岁的时候呢，神就跟他立约，要他出原来所住的地方，然后要他成为一个大国。但是他根本没有小孩子啊。那时候呢，甚至给他的允许是说，他的后裔要如同地上的沙尘那么多，那是根本代表是数不完的。谁能够把沙能够数出来呢？所以代表他的后裔呢会充满在地面上，而且你数都数不尽。这在创世纪里面都讲。但是呢，亚伯兰接受这个信息之后，经过了25年，甚至24年、25年的时候呢，都还没有实现。到99岁的时候呢，连一个后裔都没有出现。我不知道你要是亚伯兰的时候，你对这样子的神所给你的应许，你有这样子的反应呢？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所看到，就是亚伯兰他一直没有放弃对神的这个盼望，所以我们才称他为信心之父。当然还包括他的以扫诞生之后，他所做的神对他的要求，他所做的他也照样去做，所以他成为是信心之父的时候呢，等到神在99岁，他99岁的时候呢，还是没有的时候呢，神又再次出现，来告诉他说，他是一个全能的神，而且再次跟他立约，要使他的后裔呢极其的繁多。亚伯兰呢，这是我们刚刚读的圣经里面就看到这样，他俯伏在地里面，他在偷笑，然后怎么可能呢？但是这时候神又告诉他怎样，我要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神亲自为了亚伯兰改名字，把它改成叫什么？叫亚伯拉罕。从75岁就已经给他允许，说你的子孙、你的后裔要像沙那么多。要是以我们人的想法的话，那不现在赶快每年都生一个吧，这样才可能会越来越多啊！哪有想到25年、24年过了，竟然连一个都没有？这样子的神给你的允许，你觉得你能够信吗？但是到99岁的时候呢，神再一次来告诉亚伯兰，我还是要使你的国的，你要成为多国之父，而且你的后裔要极其的繁多。神不只是告诉他这样，还改了他的名字。改了他的名字来代表你这个名字才是多国之父。亚伯兰还不是，亚伯兰只是一个崇高的父而已，一个人的崇高父是你的子孙崇高，但是你要成为多国之父，你的子孙要多如这种尘沙一样。神不只是这样讲了，神还对他的太太也改了他的名字。然后你的妻子呢，撒拉呢，不可再叫撒拉，她的名要叫撒拉。我必赐福给他，也要使他从他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他，他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不只是做多国之母，他而且会出很多的君王出来。我们从后面
后面的历史记载知道，从大卫这些君王呢，都是从这个亚伯拉罕来开始的。所以撒拉原来的意思是说，我的皇后也是讲个人性。亚伯兰是讲崇高的父，也是个别性，都是很个别，只是在一个人或是一个家庭而已。但是神给人一起不是这样，你要成为多国之父，或者是多国之母。这时候呢，我们看到从75岁等到99岁的时候，亚伯拉罕他有没有信心衰减过呢？我相信难免都是有的，因为我们在看在后面的经节告诉他说，他还在俯地喜笑说，对不起，这是撒拉应该是90岁，不是99岁。然后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但是神跟他讲说怎样？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以撒的名字是什么？喜笑，不是喜乐而已。喜笑，台湾会讲欢喜笑，你非常的喜乐到你笑起来了。那种喜乐是，我们人来看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情。90岁怎么可能？甚至还有另外一个经节讲说，他早就已经没有这种女人能够生小孩必备的那个月经都已经停了。但是神呢，要给他生一个，然后这个名字要叫什么？叫喜笑，你要欢喜笑。要高兴到你都想笑的样子，这是神给他的祝福。神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果然在第2年的时候，这样撒拉就生了以撒。这记载在创世纪21章的地方。我们看这讲，神他看重人的名字，神亲自为亚伯兰起了另外一个名字，给他一个盼望。你不只是崇高的父，你要成为多国的父。然后给撒莱呢起的名字叫撒拉，你不只是一个我的皇后而已，你要成为多国之母。你认为神要是给你起一个名字的时候，你想他会为你起什么名字？也就是你觉得神给你的神对你身上的期待是什么呢？神给亚伯拉罕、给撒拉他们起的名字，都带给了他的宣告，带给他的这种期待在他身上，所以他们就是要成为这样。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历史，当然这些通通实现了。神就是这样的奇妙神。假定他在75岁的时候，亚伯拉罕75岁的话，他太太就是65岁的时候，给他讲完第2年就让他生一个小孩，跟现在是99岁的时候。到100岁的时候，给他生一个小孩，你觉得这差别哪一个都大？75岁的人家说不定还觉得说，这有可能啊。但是在100岁的时候，你就要生，然后太太是在90岁的时候要生，这绝对是一个神迹。要是没有神的力量在里面的时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所以就是用神用给你取名字的时候，带来他的指望，带来他的宣告，带来他的盼望在你的身上的时候，你觉得你要是认真在寻求神给你能够完成你自己的命定的时候，你觉得神要给你取的是什么名字呢？我相信我们都会有一个盼望，神给我们的期待是非常大的。神在我们身上的宣告是非常的能够在他的神的国度里面呢，是占有1分之地，一地之席的人。求主来帮助我们。但不只是在旧约时代的时候，我们来看新约时代。新约时代呢，耶稣呢，他也是非常看重人的名字。我们看耶稣神的儿子由圣灵在童贞女玛利亚身上感应之后，他降世为人，然后天使就在耶稣出生前对约瑟来显现，来告诉他说：“你不要怕，因为那时候他们只有订婚，还没有结婚，他竟然他的未婚妻怀孕了，哇，这太可怕了！又不愿意羞辱他，那干脆就这样默默的、静静的把他休掉吧。”约瑟正在想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天使出现了。告诉约瑟说：“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原来耶稣的名字就是这样，就是个拯救者，是神亲自给
亲自取的名字，就像给亚伯拉罕，他要成为多国之父；给撒拉生为他要做多国之母。耶稣你要讲要来拯救世人。约瑟他也是一个谦卑敬虔的人，所以他当然就领受这些，他就娶了这个玛利亚来，然后没有跟他在一起，等到耶稣来降生。然后耶稣开始，他的名字是神给他的使命，叫做拯救者。然后我们看到他带领了12个门徒的时候，他也给12个门徒取的名字。我们耶稣出来行道的时候呢，安德烈呢，他的哥哥呢，西门呢，引荐耶稣说：“我遇见了弥赛亚。”耶稣见到西门，就对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而基法翻译出来就是彼得的意思。而基法呢，我们知道它是一个石头的意思。彼得跟基法都是一个石头的意思，一个是希伯来文，一个是希腊文。但是西门的意思呢？西门呢原来是叫芦苇，芦苇意思就是在河边的时候，那个草吹向哪边，风吹向哪边，它就倒向哪边的那个芦苇。也有人用这个芦苇来做扫把等等这些，好像是耶稣他不希望他知道彼得以后是他所重用的，他不希望像他是一种会随风而飘摇的这种芦苇，他希望他是一个这样非常刚强如石头，因为他以后他知道彼得是以后是他的大弟子，他要去传扬福音的时候，他将大使命交给他，他带领这些他的12个这个使徒一起去又要传扬福音的时候，他要是没有坚定的信心，他要是没有这样子坚固的，尤其是像芦苇这样没有会妥协的，会这样会改变想法的话，那我们福音根本不可能传遍全世界。所以也是代表着这样，耶稣看见西门的时候，就给他宣告。就给他盼望、期待给他身上，你要称为彼得，你要成为基法，因为你要成为一个坚定的人，你要像石头一样的坚定。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然后他担当了人的罪，他接受那些相信的人呢，我们接受跟相信他的人就必要得救，他的名字就要记在生命册上，你要不要得救呢？是用你的名字登记在生命册上。他没有办法登记这个人，大概不是像我们现在，我们呢，不管是 Facebook 也好啊，或者讲手机那个 Skype 怎样，它旁边都有一个你可以摆这个人的相片摆上去，看到这个相片就说这就是这个人，不是只有看到名字而已，不是只有看人，原来是在天上的时候，他用你的生命册是记载着你的名字。我们也常常看到主耶稣要这些他的门徒里面出去传扬、出去赶鬼的时候是这样，也不是拿着耶稣的相片去，那时候当然也没有相片，但是要奉耶稣的名。而讲到那些魔鬼、那些邪灵，在听到耶稣的名字的时候，他们就逃离掉了。名字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只是这个名字你是哪样的名字？你真的是算笔画出来的吗？还是本身就是神透过父母的权柄赐给你的名字，就代表了神的祝福在里面呢？我们的神是非常注重在次序上，注重在他的这种权柄上。我们还记得创世纪亚当的第一个任务是怎样？是给这些动物们给他起名字。神把这些动物都带到亚当的面前来，要他起他名字。圣经告诉我们，他起什么名字，那动物就是他，那就是那动物的名字，也代表着神透过人给的权柄，在这些事情上面，而记载在生命册上，就是取了的名字就记在那个地方。在启示录里面呢，跟我们讲得更清楚。启示录说，当这个世界末了的时候呢，世人都要复活，站在白色大宝座前来接受审判。这边在启示录第20章第12节这样讲说：“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
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了。你知道我们的救恩跟名字也是有关系的，你的名字有没有记在生命册上，才是我们重要的。我常常在想说，原来神我们生下来的时候，我们取的名字的时候，神就已经记得我们的名字了，天上已经有一个名字在那个地方，而这个名字是不是摆到生命册上还不知道，因为他在等你有没有接受，你有没有接受主耶稣成你的救主。这中间你要是因为去算命，因为相信这种姓名血友，你去改了名字的时候，天上知道还是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个问题，这种想法到底是不是庸人自扰？但是你一降生下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在选召这些先知们，都主耶稣那个神告诉他，当你在母腹中间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了。然后你的时候是透过你的名字之后，就记载在天上的生命册。而当这个生命册呢，是包括从你的父亲来的，包括神亲自起名的，像耶稣就是神亲自起名的。但是你也有后来才起名的，把你改名字掉了，是从神而来的，不是因为我们透过算命学、姓名学里面去把它算出来的。说我这样的名字大概比较好，前面是有权柄给你的。到底哪样一个东西是神在纪念？说不定你的名字早就有在纪念册那边，天上已经知道你的名字了。但是因为我们要是去相信的姓名学之后，我们开始自己在那边算笔画，然后觉得怎样比较好之后，天上的生命册有没有改变呢？我不知道，在这边没有讲到，但是启示录明明告诉我们，我们所行的，根据我们所行的，就记载在这个案卷上面。当你合乎神的心意的时候，它就摆在生命册上。要是没有摆在生命册上的，就是这样，他以后就要扔在火湖里面，就是没有永生。他的命还是在，但是他是在极端痛苦的这种我们所知道的这种地狱的地方。姓名学重不重要？姓名重不重要？姓名很重要，因为我们要赶鬼，我们要医病呢，都是靠耶稣的名，加上圣灵的力量而来的。但是呢，姓名学，你假定说你的姓名是用算笔画、让五行生克来改名的话呢，我相信对人是一点帮助都没有。你反而需要是说，我能够更合神的心意里面的宣告的期待来命一个名呢，我相信是 OK 的，因为你带有非常崇高的这种盼望，你也希望有一种宣告，你希望有一种期待在你身上。然后你就会因为这个名字，常常你就开始努力去做，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的，而不是因为我透过笔画、透过算一算几两重，它包括还有讲几两重的，然后算一算这样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还有分你幼年的时候、你中年的时候、你老人的时候，都说可以从你的名字里面看出来。我现在这是非常肤浅，要去想象那个灵界里面非常奥秘的，这是不可能。所以我们需要关心的，我的名字呢会不会记载在怎样？记载在生命册上，还是说神要把我取一个名字，他给我的宣告，给我的期待是什么？我的名字没有什么不对，没有什么不好。我盼望记在天上的那个名字的我，能够做出来是合神心意的人。而神也就用同样这个名字认识我。要是没有的话呢，我们就期待他给我们一个这样，对我们宣告跟期待的一个名字。你是否为你取一个新名字，带给你新的应许？神是否为你取一个名字，带给你新的应许、新的人生？我相信我们新约时代的人很少能够像这样子，有神来告诉我们应该取哪个名字，像亚伯拉罕变成亚伯拉罕一样。但至少你知道，你的名字代表了某种宣告，代表了某种这种期待在里面。我们反而应该关心的是，我的名字是不是记载在生命册上？神认识你是透过你的名字，把你记载在生命册上，来等着看你的行为到底是如何。你愿意的，你名字被记载在生命册上。你说我不知道啊，在天上的生命册，我怎么知道它有没有记载呢？是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当然都盼望我们的名字是记载在生命册上，这样我们就能够到永生的地方，是新天新地的地方，而不是没有记在生命册上呢，就是到这个硫磺火湖里面去。但是我们的信仰已经告诉我们，你绝对可以有这种确信，你的名字可以记在生命册上。这人告诉我们说，你只要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现在就可以确定你的名字会记在生命册上。很简单啊，但是事实上就完了，因为刚才启示录告诉我们，这边告诉我们说，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件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神定义，因为你要他接受他救主，所以他愿意让你这样记在生命册上。但是接着后面记在这个名字之下，他所行的是什么呢？是不是跟你的名字真的相配吗？跟着你能够记载在生命册上的资格相配吗？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当然，接着你必须要有你的生命要得到改变，因为圣灵而得到改变之后，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证明耶稣是真的是你的救主。耶稣是你的救主，不是有口号，是耶稣就是我救主。没有，他救你什么？救你从你的老我救出来。你有真的已经改变了吗？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吗？要是你仍然是老我的话呢？你只是口号，耶稣是你的救主而已，你并没有得到的改变。我们要是能够活出我们的命定，然后就被主登录在生命册上，我相信远比你去相信肤浅的姓名学，想要用改名换姓来求祝福、求改运，要来的重要跟实际。这边不代表说我们不能改我们的名字，但是我们改名字不是因为算命。不是因为像姓名学里面所讲的，我的名字的几两不够重，所以我希望要换一个笔画刚好的，听起来也不错的，这样子而得来改文名，这样的话就失去它的意义在。神不会祝福在这样子的身上，神祝福的是像那一种为了崇高的目的，有一种神的宣告在你身上的。哪一种才是神要祝福的？神要祝福在你的名字上，而不是代表你不能改，还是能改。但是你的出发点是在什么地方上？我相信不是用算命学来实在。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甚至有一些别号或者有一些绰号在。你会不会受你的绰号的影响呢？我想这也是一个我们值得去思考。你要是不太喜欢这绰号，你也可以告诉别人说，这个名字我不太喜欢。因为有些人就是这样被教育。因为我们刚刚有讲说，你的名字可能会影响到你的未来，因为你是一直受到它影响。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因为我的名字的原因，所以我现在个性是这样。我叫正人，就是正正方方的正，还不够，因为我又姓郑，叫正人。这个正是真正的正，这样。我知道我爸爸曾经告诉我们说我对坚持的事情非常的顽固，而且是不太怕人家怎么讲。他讲一个小故事告诉我，他说以前我们住在新竹，我爸爸在新竹牧会牧了20几年，但是呢，每年他们都有一个家族都必须聚在一起。这个我们叔叔他们几个人我爸爸是老大，所以他们其他都是叔叔。而且有3个牧师，那牧师就至少还有教会嘛，所以地方比较大。所以今年到那个牧师家，也是到新店的地方去的时候，那坐火车。那坐火车的时候，以前的火车都很慢啊，那扣，然后对号也很。那时候我们都是坐普通车。在我有位置坐在前面这个位置，前面也有一个人坐，那个人就起来去上厕所。那旁边很多人站着，有一个人就坐下去了。我竟然告诉他：“这个有人坐的，你不能坐。”那时候我还很小，小到我自己都不知道。但我父亲告诉我，你不该用怕。我之后才知道的。但是他意思是告诉我，你的名字，你的人好像就跟你的名字一样。我不知道是因为我名字我人被影响了，还是怎样。但是我还有很多其他的名字啊。我有曾经因为呢，这个念英文的时候呢，没有这个重音念错了。这是 once upon a time，upon 啊，这是 upon， 我念成 upon。
我把重音摆第一节，所以我有一个名字叫阿鹏，你们大家都不知道，这是秘密啊。跟我很亲的人，他们都叫我阿鹏，或者是叫鹏其实我一点都不碰是那个碰但是我觉得那个名字不会因为让我更碰还是怎样，而是让我很亲。我觉得我非常亲密的感觉，都是那些小时候在一起，然后因为是一定是念初一的时候，以前的初一啦，现在的国一的时候，在背那个单字的时候的原因而讲着。到大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他们都不知道我这些名字之后，到神学院他们叫什么？因为大家很容易都叫以他的名字叫什么正哥啦什么的，但是姓郑的也太多了。那看看我们的名字呢，我是3个字只有一个名字可以用，叫仁哥。你要觉得仁哥也很不错啊，这好像就是我专利的而已。那太太叫什么？叫仁嫂。我觉得也蛮好的啊。我们班上就随便讲一下就知道，这个是在讲我。那不管是怎样，人有你的名字，你来认识你。而这个名字有可能只是代表你这个人，但也有可能影响了你的性格，但也有可能是由父母写起的。像我的名字呢，就是属于在彼得后书里面。长大之后，我就问说我的名字怎么来的，我父亲就告诉我是哪一个经节。然后我哥哥呢，3哥呢叫牧人。他为什么是牧人呢？我问他为什么是牧人？那一年刚好我爸爸他封牧，所以纪念他叫牧人。那我们就讲说你以后要去当牧师啊，结果他没有去，反而是我去当牧师那不管他是怎样，当作是有纪念性也好，或是怎样，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知道，姓名学有它的意义在。而当你这个意义在的时候呢，在天上就记下你这个名字。我们不要因为相信姓名学，相信什么，因为改了名字之后，你的命就会改变，而因为这样来改变名字。要告诉的是这样。而要告诉你，你的名字当被有权柄的人是叫你的名字之后呢，你在天上就已经记住了。他是要成为一个受祝福的人，然后你要用你的行为来见证，就是这个样子。不会因为你起的名字是好像是人家叫蔡奇安米啦，或是怎样，或是听起来不好听在天上就不记在上面，没有还是会记在上面。我们不要说到我们民间的这些姓名学好像的影响呢，就影响在我们就有点像是迷信的部分呢，影响了我们对神的依赖。所以最后要告诉大家，愿神祝福大家的名字呢，都能够记在生命册上，这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不管它是好听不好听，神都看为它是一个值得要赏识他救恩的。在这个礼拜中间是我们今年的最后一次的这个小组，在小组聚会里面呢，盼望我们能够去了解，能够说出圣经中间神为哪人的取的名字吗？并说出它的含义是什么。第二个呢，亚伯拉罕跟撒拉的得到新的名字，在他们生活中应该会有什么改变？因为原来的名字是崇高的父变为多国之父，那身份完全不一样。我的皇后变成多国的母亲，所以她应该有这样的改变呢。所以让你能够决定你自己的名字的时候，你期待的新的名字是什么呢？表示说你对期待你的生命应该是怎样，让你的生命跟你的生活当然要有所改变。我们盼望今天所讲的能够让我们更明白，神知道你，神纪念你呢，还是在生命册上将你的名字记上去，就是你的人名就在神的面前被认识的。愿神祝福在所有相信他有坚定信仰的人，同心来祷告。慈悲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透过福音主日有几个议题里面，我们让我们认识在民间信仰中间有很多的不是很正确的想法，改变影响着我们在这个社会上的人。他们会相信风水，他们会相信一些灵魂是有3魂7魄的，甚至透过姓名学的笔画就能够决定这个人的命运到底是如何。我们知道这是不正确的，因为都是用我们人非常肤浅的这些思想的所能够明白的，想要去了解到灵界里面那些无限的这种奥秘在。求神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存有一个谦卑单纯的心，
来相信圣经中间上帝的话语告诉我们，我们依赖的主你的话语，我们接受主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就顺服着照主耶稣的教导去做，神你就祝福在那地方，而不是因为我们的名字的笔画而来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再次的来思考这个问题，也再次有这样子的确信。现在我们满心的感恩与祈求，这时候我们要同心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主导文一起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